你好，我们食物中毒。吃什么了？牛肝菌儿。牛肝菌。吃菌子啊？啊。现在有什么症状吗？现在就是吐啊，挺妹对。妹，可以。站起来给阿姨看看好吗？我看看面色。现在哪里不舒服？胃。你几岁了？叫什么名字？脑子都清楚的对吗？现在神志是清楚的。哎，你去帮他。走，我们走。可能有点食物中毒。吃吐是吧？了那个牛肝菌儿，中午可能没炒熟，吐过几次了很多次， ？10次以上有了是吧？有的。那会儿我想着给他止个疼，吃了一朵布洛芬，吃完以后就吐了，吐出来的黄水儿。这样摁得疼吗？都疼。都疼的是吧？好，发烧有吗？发烧没有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出现这种情况吗？有啊，他表哥也是吃的这个，他吃的多一点，吃完以后1个小时吧，然后就不行了，然后就去医院了。22岁。那边儿都进厂就死了。你这个状态，一个是先把检查做了啊，要抽个血看一下；第二个是直接去吊盐水了，2个小时以内不要给他吃任何东西，包括水啊。结果出来再过来给我看啊。缓解好多了。肚子也不疼了是吧？我看你状态都挺好的，幸亏他吃的不多。谢谢。没事，不要紧。